咁前排無聊上網見到條片呢，就講龍門用手接咗個波之後呢，準備開翻個波嘅時候呢，俾對手偷波然後射入咗嘅。但係大家知唔知球例入邊係邊條例講明係犯規嘅呢？咁睇翻球例呢，原來喺第12章犯規及不檢行為嘅章節入邊，間接自由球嘅部分呢係有講到嘅。裁判員應判對方得一個自由球嘅第3項啊，阻撓對方守門員從其手中開出皮球，或當守門員正釋放皮球時，球員踢向或意圖踢向皮球。咁球例都講得好清楚啦，即係當個龍門用手攞住個波嘅時候呢，對方係唔可以阻住開波嘅，又或者喺龍門開波嘅過程入邊，對方唔可以踢或者意圖踢走個波，即係有出腳呢個動作呢已經唔得噶啦。咁所以呢，喺片中入邊嘅球員呢係唔合法嘅，應該原地判一個間接自由球，而家呢，甚至會立刻黃牌警告添。但係如果龍門放咗個波落地呢，其實已經當佢開咗個波噶啦，佢已經喺手上釋放咗個波，完成咗開波呢個程序，咁個波已經重新進入咗比賽。對方如果喺呢個時候偷波呢，係合法嘅，係唔算犯規嘅。咁所以呢，喺呢幾個例子入邊呢，係合法嘅。咁同樣喺間接自由球嘅部分入邊呢，球例亦都講明呢一個守門員係點先為之控制住皮球嘅，就係當皮球在他雙手中或處於手部與任何接觸面之間，如地面、自己身體等，或用雙手或雙臂的任何部分觸及皮球，除非皮球從他身上以外的彈回，或守門員撲救來球後。當皮球放在張開的手上，當他在地面上來回拍球，或將皮球拋向空中。咁呢條球例點解會出現呢？就應該就係有啲龍門拍波嘅時候呢，曾經有球員以為佢離開咗隻手呢，就唔係 control 住個波啦。咁喺嗰個時候呢，就偷咗門將個波而去射入啦。咁呢條球例呢，就係保護翻當個龍門拍波或者係輕輕咁拋高個波嘅時候呢，係唔算脫離咗個皮球嘅控制嘅。咁呢啲呢，就係屬於守門員控制皮球嘅情況啦。咁當守門員用手控制皮球之後呢，對方球員係不能搶奪他的皮球。咁今集就講住咁多先，有機會再同大家分析其他球例啊。